过年要到高雄市卫生局今仔嘛去稽查年货大街，卫生局是表示讲，事实上因对年底就开始咧调查，拢总有抽检164件年货产品，其中有一件重金属钞票。因今年的年货介绍，业者是讲，干贝这类的是有起价1成，其他嘛有普遍起价5%至10%。 一样哦，品名也都在上面哦，还有成分的部分。卫生局人员来到中街稽查年货，现场除了豆类产品的快筛检查以外，也针对食品标示、肉品原产地等等做查验，拢做查验100斤的业者。其实卫生局对去年底开始，都伫传统市场、大卖场等等抽验164件年货食品，有发现一件德兴重金属钞票，要求限期改善。卫生局讲，现场稽查若违规，亲像标示的部分做不好，上少爱罚3万块。我们今天如果是看到的话，食品如果标示不清楚的话，我们是直接开罚的，罚则跟罚款。我们以食安法的话，我们如果是这样是22条的话，我们至少要罚3万以上的罚款。愈晚年来办年会人就愈多，摊商讲今年无论是蛋粿也是糖仔饼，平均册起5%至10%不等，亲像干贝就起1成。旧年一斤若是2000块，今年拢爱2200才买得到。民众讲虽然物件拢起价，不过过年要用要食都是爱买。干贝小可起1成，起较济。若其他坚果类啦，还是讲鱿鱼丝啦，糖仔饼，大概伫迄个5%至10%。去年迄个一斤糖仔100块，今年迄个起10块，81。因为啥物起价啊？应该是原物料啦。起袂要紧啊，咱都嘛需要嘛爱买。逐项即摆逐项拢起嘛，年仔这啊拄着物件起价，民众也会当接受。不过卫生局讲，若是起价介绍伤过限的，会当卡1999的市民专线，也是1950的消费者专线来反映，避免权益受损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